教授啊，个教授的朋友，来啉茶啉茶啊。因是高转的师傅啦，因缀我的是要做客口的，听讲王家族谱，就安尼真好闲啦。好闲，好气哦。哦，好啦。哦，这茶足香的呢。哎呦，你滚酸笑，这一斤吼2万块的冠军茶呢，我这边吼免50斤啦。讲到这茶米吼，我来介绍，这吼我来2、3杯。看起来这种客源真友好。教授啊，因讲因出去做做，做到这方面啊。对吧？任何甲纸有关系的艺术品，我有了做。安尼哦，安尼剩的就写啦吼。会晓是会晓。安尼好啦，要过年啊吼，我跟你讲，我便当店吼有15间的分店啦，一间店吼一户春联，麻烦你写者吼，金山银山满啊，倒边的下联啦吼，中顿暗顿888哦，赞啦赞！请问头家早顿敢免食？你是在讲生笑哦？做便当，佮做早顿，你要叫我忝死哦！哦，两个师傅啊，这几日啊吼，麻烦你啊吼，15副就好啊，吼，凊彩写，凊彩撇就好啊啦，无人会知啊，我有看过啊，反正哦，过年时甲打起哩，用过年的气氛就好啊。古早时用人写大字是真慎重的代志，拢嘛爱讲敬请先死对字，无因当时你这款态度。好啦，了解。教授啊，我是想要讲哦，族谱啊，恁看过啊，叫因写几春联，安尼几字尔，安尼啊，有来有去嘛，安就相拄啊，对无？哦，无恁安尼来看几遍的族谱啊，免钱哦。你敢正经姓王？你敢正经是王家子孙哈？族谱内底都有我的名，敢会颠倒咯啦？你想了？还是乱啦，你是怎样啦？想袂到我家你有这款子孙，我最过嘛唔敢信啦。只有米是百样人啊！你哪呢？就要使姓多诶？你无看伊拄则是安怎讲话的？我若姓吴宗茂，我就该洗落啊！你就是因做我无唔对，唔过，家己的子孙哦，你嘛是包容者，门帘哦，就甲因斗下一个啦。我就甲人应好啊呢。你甲人应好啊？当然是咱的子孙啊，子孙是谁都开嘴啊，咱做做工做嘛的，敢讲我唔答应？是点仔水准都无？家己的子孙呢，你嘛无爱斗相共？你莫搁伫遐子孙当子孙婿，我唔认啊！我都认人啊呢，这写是要怎样？是你甲人应的。你我来写。你是怎样要写？因为伊是你的子孙，我愿意写。我都无爱认啊！你哪会颠倒去要认啊？乱啦，你要去堕落啦！莫讲我